跟所有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来介绍这一章。这也是古时候净土宗大德讲的话，告诉我们说：不顾烦恼厚薄，不论罪障轻重，唯口称南无阿弥陀佛。不顾就是你不要去担心，不要顾虑，不要烦恼到底是很厚就很深，薄就是很轻的很浅的。不管你的烦恼有多深或者是多浅，你不要去顾虑这个，不要去讨论这个问题。不论罪障轻重，也不需要讨论你的罪业到底是轻还是重了，你不必去讨论它。唯口称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嘴巴就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已经都知道了，南无就是依靠，我要仰仗。阿弥陀佛是这一尊佛他所修持的一切功德，在兆载永劫的时间的付出，舍身舍命累积的一切的功德，就浓缩在这个阿弥陀佛里面，浓缩在阿弥陀这个名号里面。南无就是依靠，我要仰仗他的功德，这一尊阿弥陀佛的功德，我念出来之后，应思决定往生，我应当理所当然要想什么？因为他的功德已经圆满了嘛，一切都没有任何欠缺，所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功德，是一个饱满的功德。那么不管你任何事情，他都能够剔除任何有关障碍的事情，他完全有这个能力把你整个包容起来。所以如果你看你应当念的当下，你就想说，我决定往生，我肯定往生，我100%有把握往生，你要想这个。所以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什么？是要救你嘛。你念的名号，你没有其他的奢求，没有其他的想法，很单纯的唯一念佛是干什么？是阿弥陀佛要救我。你这么想，各位，无智罪人只念佛往生，没有智慧的人，罪很重的人，他念佛能够往生，而且肯定能往生，这是阿弥陀佛本愿的正义啊！阿弥陀佛根本的誓愿，就是他原来的意思。阿弥陀佛的心意在这里。你好人我不放弃，坏人我也不放弃，我永远都不放弃。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意。所以如果你知道阿弥陀佛的根本誓愿，就是要用念佛来救度你。好的人可以念佛，坏人也能念佛，那么就正符合他的心意啊。阿弥陀佛以救度这种罪很重的人为优先。好的人呢，你自己会修持，你不至于当下立刻就堕落在黑暗的地方，你不至于。但是坏的人呢，他根本不停留的，刹那间瞬间他就会堕落的，一下子就要去地狱报道的。这种情况太恐怖了，所以佛不忍心这种人没有时间等待了，所以我第一个先救这种恶人，坏的人我先救。各位，你们听明白吗？古大德就提醒我们，你不要去看烦恼厚薄，不论这个罪障的轻重，你只要嘴巴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就想说我一定往生。那么这种没有智慧罪恶的人念佛往生，就是阿弥陀佛根本的誓愿，他的真正的心意啊。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，我们任何人不要放弃你自己，对不对啊？你应该好好的念佛，好好的用功，好好的精进，好好的报答佛的恩德。所以我们念佛叫做信心念佛，叫做感恩念佛。我们希望所有的莲友也因为念佛，大家去成就。我们希望这一辈子呢就了生脱死了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